好，三年天勇兄搞早哈，咱开始。三年天勇兄搞早哈，咱直接开始。1645年4月初1，暑是温暖的天气。4月哈，早起派人专程送一张被去塔楼社，互上级商务员叫做施勒曼先生。答复昨昏所收到伊的内批，批里包括来命令伊有监伫伊怀疑索尼瓦的君主，索尼瓦应该是可能是一个村社啦吼。伊怀疑索尼瓦的君主会来参加地方会议吼，怀疑啦吼，认为讲有谣言，而且呢，也有可能是因为伊来影响其他村社的酋长，也无想要来参加地方会议吼，因此伊就要搁较努力吼，搁较拍拼来用亲切的这个和蔼的方法吼，这个爱我抓一个，有个人读。叫做爱吼，爱就是昌盛和顺安安吼，就是树木做嘛吼，或是后壁树木做吼，树木做着暗暗吼，做暗暗拢会使吼，好看，所以和蔼或者是树木吼爱，这个爱要安怎讲？爱可能是好昌盛和顺吼。讲伊就要搁较努力吼，伫字顶头讲即个索尼瓦克即个君主吼，即个酋长啦，伊就要搁较努力来用亲切和蔼的方法去劝导上述索尼瓦克的人来参加，来向伊提出保证，提供一个、两个或者是三个荷兰人来做认质。互伊肯决定亲自前来处地吼，再搁派人进去吼。这你看日本人的历史内底吼，派人进吼，因为即个战国时代吼，定定即个大名甲迄个大名吼，就是安尼啊，算互相无信任吼，有时会安尼派人进。好，来伊，所以即马要互为着要得到伊的信任吼，所以派两三个荷兰人做认质吼，就亲像今年吼正月的时阵，迄个龙桥人保证过的安尼吼，来派出认质，互伊肯决定亲自前来处地等等吼，派认质出来，互伊家己会当家己来吼，亲自来吼。如果伊若是因为时间吼得促，袂当确定是毋是会当来参加地方会议，安尼即个商务员 Seidemans 呢，就要派中士 Gary Castman 带领两个士兵，为着即个目的去留踮遐做认质，并且互因为着即个达成目的所需要的命令甲指示吼。安尼用即个方法来达成阮的计划，互公司将来会当减少搁较侪开支，减少困难，也会当免去浪费战争吼，尽量要和平啦吼。派人质去啊，互伊放心来归顺，安尼就对啦吼。即下有一个注脚是即个 Gary Castman 讲要派即个中士去嘛吼，带两个士兵去做认质。即个 Gary Castman 注脚第一号我看卖。Gary Castman 呢是 Ditmars 的人，1635年以上士兵
上输是输还是兵啊？上输兵则荷兰迪亚号出国，1643年升任士官，1645年就即嘛3月带2个士兵去索尼瓦劝该村的即个首领来归顺公司。1646年3月，以蒋继光被派驻德产，这算阮德产的上早期的荷兰官啦。1646年3月派驻德产，哇，这个德产社，迄当阵都有迄个荷兰官伫遐咧管。1651年，游园有该官阶，这是什么意思？最后一句。好，咱转来日志遮好，日志第2段讲，要收到牧师 Van Buren 所寄来一张批，数期是昨昏，写伫咧河马人，用来答复阮顶个月20号寄去的批，关系到迄个4个送来的希腊人各位会记无？之前读讲送4个即个希腊海贼啦来其中佫一个是啥物？佫足特别的我袂记了，足特别的就对了该牧师无写来阮所期待的佫较进一步的消息，敢若写讲有一个离林社的长老声称讲伊熟悉迄个叫做体卦的人阮顶一张批有特别写到即个人就是讲迄个足特别的即个人，特别的啥就是讲伊算人面诚快啦，可能是我袂记了，伊应该是讲迄个算伫咧即个海贼内底算诚有名望阶层诚悬的一个人伊和其他海贼伫咧北区的村社内算伫遐打劫过，就是伫遐去共抢劫啦不过即个人伫咧任何所在拢无别人讲伊犯罪该牧师按照阮的命令，将会佫较认真去逮捕即寡海贼甲走私的希腊人正如同爱伊将来继续办理的安尼就是阮原来是安尼甲交代就像即嘛讲佫要送来一个破病的诚出名的海贼，名叫做基哥伊以前是7个小队长当中的一个，该牧师拘留迄个地区的村社里的几个生意人，并且暂时保管因的好物，因为迄寡人显然应该被罚款，因无法度证明已经有缴纳人头税，或者是其他因应该向公司缴纳的税无纳即寡人无纳税，所以应该爱被罚款但是呢会当有差别啦有诶罚多，有诶罚少因此呢，牧师 Van Buren 听候阮互伊诶答复甲命令去处理即件事和其他案件，并且送来上述迄寡人当中诶2个人来处理要罚款诶即几个人啦这是几个煞袂记。伊无写，迄讲几个商人、几个生意人暂时保管因好，无写几个反正其中2个送来即个台湾遮，并且讲还佫另外有一个希腊人，因为海贼的嫌疑，关伫咧监牢里听候进一步的消息等等。对被派来的荷兰人遐知影讲，上述迄个海贼基哥伫咧前来处队途中。伫咧300年，第300年死去哇！结果人也未到，人死去也得悉讲，代理电官 Van Bergen 将会该当刮倒就是大道王啦，我记得是就是塔加马哈2个名。一个叫做刮倒，但是嘛叫做塔加马哈，会对有注脚第2，咱来看觅。注脚第2讲刮倒是
福尔摩沙西北区边地15个村社酋长，就是大肚王啦，这是算荷兰人管袂着啦，好，的确讲，大理电音官 Van Bergen 将会解动这个瓜打王以及其他村社几个酋长来参加南区的电音会议。哎哟，所以大肚王要来参加咱电音会议，安尼敢是大肚王？好，继续看来，我无确定了。今仔日有一只胖船对偏湖来到遮坐25个人，载来25只牛甲12只猪。因为日常阁有人来阮来踮遐咧念讲，踮遐嫌啦吼，讲有几啊逃走的乌人伫咧赤坎附近吼，甚至呢伫咧即个台湾岛无溜吼，业即个绿地附近，什么叫做尾端夹路附近，这华语安尼写我嘛看无吼，但是知影讲是伫咧台湾的即个。台湾岛无溜啦，好附近的渔场吼、渔场吼、渔场继续咧骚扰吼，或是直接控制白啦吼，继续伫遐咧搅扰即个人掠鱼的款吼，造成真多的困难吼。偷摕或者是其他破坏的即个事情吼，因此呢，我记种逃走的乌人吼，我记讲明仔暗要派一支军队吼，是50个士兵的军队，其中一部分的士兵爱早河潜吼，由即个有经验的军官来带领。伫咧即个上述业路的两边夹路吼，夹路这词什么意思？我捌听过吼，是毋是半岛啊？Peninsula， 我若什么叫做夹路？华语我嘛捌听过，但我查者吼 ，Google 者，什么叫做夹路？真正厉害，这个我毋捌听过。无即个词啦吼。我是用打讲吼，要紧我搁用 Google 出者。什么叫做夹路？无啦吼 ，Google 嘛无即个词啦，家己发明诶。好，我认为就是半岛吼，你知影台湾岛屿是一个半岛吼。讲明仔暗吼，要派一支50个士兵的军队，由有经验的军官吼带领，按照情况来分配即寡士兵伫咧上述的即个半岛的两边，用来包围即寡恶徒，并且要按照今年2月21号阮的决议，若是有可能啦吼。照阮的决议要来活掠吼，若是无法度，就拍死。为着要达成即个目的，讲要活掠迄个乌人吼，逃走乌人。为着要达成即个目的，定出奖金，就是每掠或者是杀一个赏$52。又搁真久以来，是哪人用帆船或者是高压船对此地规船满来，甲真侪清查载去死哪？即种情形吼，就敢若像现在还搁咧继续安尼吼，即种情形是按照1642年4月30号告示吼，爱缴纳11岁吼，互即种情形，互福尔摩沙即个地区，因此呢特别来欠课审查吼，造成居民甲驻军极大的不便，因此呢，现在决议要伫咧最近吼特别公告取消该告示，要禁止输出审查吼。拿 Trump 吼，
禁止输出芯片，台湾叫做这个晶片哈，禁止输出审查哈。如果发现准假哈，就因为造成台湾正大不便嘛吼，所以我就禁止输出这物件。如果发现准假再有显然超过家己需要用以上的这个审查数量吼，安尼该准假主管要罚款30个里尔吼。如果有准假满载审查，准假甲审查拢要被没收。这是4个找伊吼。过来4个找你。4个找你是暑湿吼，热天吼，夏天的天气吼，就是虽然是4个啦，但是是热天的天气吼。微风来吹自北方，下晡有一只胖船对时仔载来到厝地，坐35个人，载有220担面环、50担白蜡、30担油纸甲70包空眼布。沿岸上述部队为了上述的目的，出发前往福尔摩沙的台湾迄个半岛。伊写加入啦，我认为无可能，无这个事啦。有可能伊咧翻译荷兰文的时阵，荷兰文是安尼写吼，加入一时不察，就直接甲写做加入吼。其实爱用咱会当理解的意义去写吼。这是翻译的学问吼。有时啊，你直接，比如讲英语吼，你直接照英语的意思翻出来，大概是看无的。你爱用咱惯用的这种名词啦、吼动词去对吼。4个找3，乌阴天，有时开朗的天气，有微风对北方吹来。上午派出去的部队转来咯，拢无看见所讲的乌人吼，找袂到即个逃走的乌人。游员伫检查收尾上顶头进前所讲几啊摆迄寡精美的灰仔吼，因啊总算是修顾完毕吼，已经差不多读几个月啊，拢咧讲即代志吼。下晡，代理地方官 Jules Van Bergen 对北方转来厝地。同齐带来夸刀哦，佮另外一个名就是叫做塔加马哈吼，塔加马哈就是大甲马啦，毋是大甲马，塔加马甲含大甲有关系嘛？你个会记咱拄则有读着讲这夸刀，伊的主卡讲是台湾西北部15个村辖嘛，西北是啥物？西北新竹塘、新竹苗栗，即只拢算西北嘛吼。啊，塔加毋是大甲吧？所以我认为应该是这是大道王无毋对，但是我一直想讲大道王是无归顺荷兰人啦吼。伊即马来要参加地方会议吼，意思就是要归顺吼。好，当即个 Jules Van Bergen 吼对北方转来吼，北方吼，当然即个北方台南以北拢叫做北方吼，但是咱拄则有看着吼，应该是伫咧新竹苗栗即甲有影吼。莫讲桃园，咱之前有读过吼，我有甲各位解释过，对竹北起哩一直到即个南坎，即拢是无人住的所在啦吼，无村社无人住吼。伫咧即个淑英河、玉永河即个游记吼，嘛是安尼写，啊，佮较进前佮往前佮吹算走100多年，荷兰时代嘛是安尼吼，所以当然毋是我后壁讲的，是咱之前读的即个。有一个军官叫做 Peter Boone 吼，带300个兵宪军对鸡人一路行落来时阵，伊嘛是安尼讲的，对南坎溪一直行到即个德参城，伊迄条对个德参城，即只拢敢若拢无村社嘛吼，所以无可能是桃园嘛，即个夸大无可能是桃园，绝对是新竹苗栗即部即甲有影吼，所以应该是大道王无毋对啦吼。好。
当这带这个Jules Van Bergen 吼对北方转来主队当做带来这个国岛，就是塔加马哈以及该地区其他村社其他几啊酋长，因暗搁再派一批士兵，加上早暗派去的士兵，出去找找迄寡乌人，4个找死。寒冷的天气，又搁有强风对北方吹来。透早上水的部队转来厝地，拢无看见迄寡流浪者，应该是讲迄寡逃走的乌人吧。下晡，甲紧急输出新查的告示，紧急查袂使再出台湾，再出即个福尔摩沙岛，遵照本国个1号的决议，这是本国1号的决议，甲即个公告搭伫咧台湾市镇内底的法庭头前，台湾市镇就是伫咧即个咱野城，即个城内底，应该是算内底吧，有一个市镇，有一个市仔伫遐，大个人一般是新仔人，我记得是安尼，所以伫遐公告，嘛搭伫咧其他应该大个所在，4个找5。是啥物意思？漂亮但是互人真伤感的天气哇，这今仔日用这个形容词，我完全无法度体会，理解啥物叫做漂亮但令人伤感的天气这是秋天吗？还是春天？微风对西方吹来约落伫咧上午9点钟看到就是塔加马哈，即嘛就个写一个拼音个写无共，叫做塔加马加加一个 C 塔加马哈进前个写就是约落伫咧上午9点钟，即个我就拢叫伊大道王啦，大道王是昨昏专程邀请的该当所有前来的长老，由2个议员带来即个场馆的官邸，我阁袂记得这官邸要安怎讲，邸要安怎念？官邸袂记得阁查一下。对，官邸邸就是大看见皇帝所在这是甘利店规说的啦客馆寓所，或者是军队嘛叫做邸军队耕地嘛但是就是一般咱是迄个地理是边仔是木字边啦但这是一个耳仔边耳朵边啦官邸好，转来日子遮上午9点钟，大道王该当所有前来的长老毋是敢若一个人来个长老带路的是2个议员甲伊带来即个场馆的官邸，要来商讨帝和之事所以大道王和荷兰人帝和进行的方式如下咱来看看是安怎来甲尊重。首先由场馆欢迎即寡人，对因为遮尔远的所在辛苦行路来要和阮建立友谊表示谢意各位你想看觅，你若对阮新竹阮新竹还是讲这苗栗一路行到台南你做主人的你无好好表示一下迄是足失礼因为这实在是足远的一条路场馆煞接着甲因讲，自从阮来到此地已经有相当的时间荷兰人来到遮1642到即嘛1624到即嘛164520年20档已经有相当的时间，
互整个福尔摩沙全地差不多已经归顺阮吼，整个岛啦吼，规粒岛啦吼，除了高山其实高山无啦吼，规粒岛差不多拢归顺阮啊，归顺荷兰人啊吼，这是伊无白讲，咱之前读过啊吼。咱看咱读过足侪，因拍到什么所在，拍到什么所在吼。有寡村社是优先来归顺吼，有寡是用武力来收复。例外的也有几个所在，特别是伫北区吼，伊就是塔加马加呢所管辖的地区以及附近吼，伊所管辖的地区甲附近吼，为着就是特别是伫北区啦，伊所管辖的一寡所在吼，是例外啦，也未归顺阮对啦吼。为了要和即寡地区建立和平关系吼，帝教必须要派出阮的军队来烧毁坏因的村社，因为得袂到因善意的回应所以必须要安尼做吼，造成因迄个所在真大的损失吼。阮为着即件事深感难过吼，心内感觉真艰苦啦吼，因为阮所期待并不是安尼。如果迄时伊及时来遮来接受做阮的朋友吼，盟友是朋友啦吼，都袂有发战争的即个公路吼，都袂有即个战争的大生气啊吼。公路是伫巴克勒版圣经拢是写做大生气吼，较白话啦吼。伫巴克勒版圣经是白话圣经吼，白话圣经。所以伊袂去用伊足罕咧用即种文言的即种表达方式吼，因为即足正常，伊要传教嘛，伊要互你听有，伊毋是挑工要点讲显示伊偌有学问吼，伊毋是写袂出来，因是无必要嘛，无应该吼。所以即个为虾米爱吹讲白话，就是讲你白话才是真正要用来做有效沟通的交通的一种工具，毋是当下用文言文当下你表现你做官的人，你偌有学问安尼，这实在是一个恶劣，真正可恶，真正足歹即种西南文化甲西南即种习惯吼，真正去除啦吼。我绝对是反对即个文言文教育吼，真正有大问题。好，咱继续转来继续讲吼。所以恁无听话嘛吼，所以恁若听话，就袂有战争的即个大生气吼。咱对大生气开始讲起，讲生气。好，所以即马看我会当理解吼，就是大道王和荷兰人中间即个因无随即个顺服啦，但是即马我看起来是原来是不得不顺服啊，已经拢来遮吼，要来参加即个电话会议啊吼。好，咱继续看吼。共款呢，伊即马也会当家己自愿来阮请求友谊吼，这互阮真正感觉真欢喜。虽然讲真侪其他的人是有一点仔被逼来处对吼，伊也知，伊嘛了解吼，讲电话去吼，来参加，毋是逐个拢自愿，还是有诶被逼诶吼，真无。毋情愿来吼，但是即马吼，伊是家己自愿来吼。即马咧，还阁爱为着伊来保留伊会当借伊和阮配合诶所有诶条件吼，就是讲，你即马还阁有即个分量啦吼，来甲阮要讲，来和阮讲条件来配合吼。伊呢，有缘会当自由来决定讲是毋是要接受吼，袂要紧，你会当袂接受就对了吼，因为阮。袂威胁伊来接受。颠倒是呢，阮答应讲，如果伊若袂当接受即寡条件，吼，也会互伊自由自在来转去伊诶所在。对这一切，伊清楚并且简洁来回答讲，伊以前因为惊又阁无知，吼，因为惊吓又阁无知，所以来拒绝咯。但是后来呢，得到更较清楚的情况，所以呢，
所以就派伊的后生来参加顶一次的地方会议。我记有一摆新朋友入来吼，我去解释一段吼。我即马读的即个1645年4月初5吼，是大道王伫台湾西北部即个大道王，因是伫个是荷兰时代是和荷兰人其实一直拢无归服吼。我较早所读的历史嘛，一直想讲即个大道王是化外一体，应该袂晓讲化外，就是讲是荷兰人管袂了的所在吼。但是我今仔日才发现讲，伫即一天1645年4月初5，伫个荷兰人统治台湾20冬了后，规台湾差不多拢互收复了后，最后一批就是即个大道王带着长老吼来遮建即个台湾长官。台湾长官是安怎甲接纳？安怎来接待伊的吼？伫遮就是咱即马咧读的一篇吼。好，咱转来遮咱继续读吼。拄则若有听着你知吼，算荷兰长官对伊算足犹太就对啦。你会当我提出我的条件吼，你会当决定讲你是毋是要接受阮的即个和平条约就对啦吼。但是即个大道王伊讲我较早惊吓啦，佮无知啦吼，戆戆毋知影吼，所以无甲恁拒绝吼。即马咧已经清楚啊，其实就是互恁教乖啊嘛，甲恁剪个这么赢哩嘛吼。所以呢，就派伊的后生吼，我派我的后生来参加顶一回的地方会议。迄时因为伊有一支骹无方便吼，袂当亲自前来吼。即马嘛相像吼，来处对的目的，就是要来和阮来要和荷兰人来建立友谊。因此呢，完全乐意和其他的村社共款来归顺公司。好，以上是写讲伊荷兰人安怎接待即个大道王15个村社的即个酋长吼。长官阁下还阁问大道王问伊讲，伊管辖下底的村社还阁有几个？对此伊的回答，伊应讲有15个吼。来15个是15个村社，咱来看下底这15个有一个拢甲村社名写出来，咱来读者吼。报道社这毋是报道，歹势我毋知，我白念 BODOR 吼，应该毋是啊，因为这是伫个差不多是新竹啦吼，苗栗是大安区啊，大安区大甲区这些吼。报道社。达瑞达努尔社吼是北边的达瑞达社吼，达瑞达 int 米顿社吼伫中部的达瑞达社吼，就是北达瑞达社，第二个是北达瑞达社，中达瑞达社，南达瑞达社，我就爱读名，就是南达瑞达社吼，这三个。好，报道社头一个，后壁三个吼，4个。阿索社，伊若含顶之前读过去南边即个阿索社咁名，阿索克吼，阿波万奥斯社吼，伫是东边的阿波万社吼，过来就是西边的阿波万社，过来是巴布萨社吼，巴布萨，可能啦吼，过来是Barbarian 社吼 ，Barbarian 含英语的 Barbarian 差不多哈。好，多萨社、巴罗社、萨加利社、塔扎贝乌社、多萨 North 社，就是北边的吼，这 North 应该是荷兰语吼。北边的多萨社，东边的多萨社，吼，安尼总共15个社吼。所以呢，伫庄重礼貌来向伊提出缀好的条款吼。就是伊应讲有15个社，所以阮就来真礼貌来向伊提出缀好的条款。伊算即个15个社的王吼，这是管一片足大片的啦吼。荷兰人真客气，对足客气吼。加上像今年吼正月23号对龙桥人所加入的条款吼，这缀好条款算迄个叫啥？
我华语敢若讲煞袂记，就是迄种制式的制式的即种合约啦吼，写好好诶吼，进前弄条人嘛是共款用这啦吼。好，第八款除外吼，就是伊提出配合条款，其中即个第八款除外吼，算别人拢有即个第八条，伊无第八条啥无写啦吼，咱嘛毋知吼。后壁有讲啊吼，就是关系到迄寡已经脱离伊来归属公司的存社吼，即条款无适用伫即个塔格马甲诶。塔伽马奖嘛吼，拄着塔伽马下吼，之前拢写塔伽马下，但是即马又搁一个 spelling， 搁一个毋知是 typo 啊啥吼，之前拢塔架，即马叫做塔格吼 ，TAKE 吼，不管啦，应该是拢是共款一个所在吼。讲即条款即第八条无适用伫塔伽马下的状况，其他所有各款伊拢乐意来接受吼，并且承诺伊答应吼，将会确实来遵守即寡条款。阮也伊来应允吼，讲将来会甲伊当作是公司的朋友来对待伊吼。咱知影荷兰人伫即代志顶头，原来是真正真有信用吼，因为这是算 reputation 嘛，伊袂当互人讲歹名声，大家惊嘛。你答应讲，你甲我当作朋友啦，别人来欺负我，你会甲我斗相共有无吼？你会甲我乌烟吼？伊安尼讲就真正安尼做吼。好，咱继续转来继续看吼，讲将来会甲伊当作是公司的朋友来对待伊吼。因为荷兰人若无安尼做，惊讲大家袂顺服，啊袂顺服一定都废弃，就爱搁一个一个去拍吼。而且各位知影，荷兰人来台湾本来是来做生意的，其实伊本来一开始是无迄种对领土即种要甲你占领、要甲你统治的即种拍暗算，这是后来渐渐啊发展出来吼。好，所以尽量无爱共拍，尽量无爱去做这代志，尽量希望讲啊，上好莫战争，你来归顺我安尼就好啊吼。当然归顺我有条件，你爱接受，啥物条件就是爱纳税金啦吼。上简单的就是爱钱啦吼。好，咱转来直接继续讨论吼。而且咧，就讲将来会甲因当作是公司的朋友来对待伊，而且咧，如果需要吼，会来协助伊来对付伊的敌人吼，咱拄则讲的吼，听伊拢安尼讲吼。代志呢，拢爱有心来协调吼，协调啦吼，就是有啥物代志来甲我讲啦吼，莫家己大主大意就对了吼，并且呢，劝告伊一件事，如果阮爱经由陆路送批去淡水，而即个批线吼，算伫伊的到尾批线像较早捌发生过安尼吼，到尾批线去留甲伊的手的遮吼，传到伊手头遮，安尼呢，伊就必须要确实，而且爱真紧来派人继续来送去淡水，即件事伊嘛乐意接受了吼，送去批尔吼。这一切做到双方拢满意了后吼，所以即马荷兰人对台南遮沿路行陆路要到即个鸡笼吼，淡水鸡笼遮吼，已经规个陆路拢拍通啊吼。较早经过遮，因家己知影讲这是敌人吼，我哪会惊吼？咱之前看无久之前嘛，顶个即嘛12个几个月前的代志尔，伊咧彼得本带300个兵要行对遮的时阵，佫会惊，因为知影这才是敌人吼。所以迄代志佫无发生无偌久尔，咱佫会记得迄当迄种情形吼，迄种气氛吼，比如讲还未到即个15个春夏进前，迄个翻译员就已经先落跑啊，惊到要死吼，知影讲即只毋是荷兰人的地盘吼。好，咱继续看吼。好，迄个大肚王接受嘛吼，后一段。这一切做到双方拢满意了后，伊就是大肚王，再度由2位议员引带去和即个城堡的下站和顶站顶地去参观的款，然后这只可能绕到一里去，
去参即个城堡的下站甲上站，也去参观嘛吼，检一日管理。下晡呢就该动含伊同齐来的同伴接受场馆的即个宴请吼，宴请到尽兴则结束吼，大家拢欢喜，宾主尽欢吼，大家拢真欢喜，伊心情愉快，真欢喜来转去伊住的所在吼，也是暂时住伫个某一个所在啦吼。下晡接到牧师 Van Buren 对荷无人来互阮的一张批，所以关系到大道王咱甲读车吼，应该是过一个段落，过来是另外一件事吼，咱继续看。下晡接到牧师 Van Buren 对荷无人来寄互阮的一张批，数期是本个月3号，主要是讲到所逮捕的迄几个走私的先仔人的一寡作为吼，这咱之前有读过吼。Van Buren 伫遐被下即个命令吼，即个任务接到即个任务，讲爱甲迄寡海贼啦、走私的先仔人爱甲抓起来吼，逮捕起来。所以即张批讲到伊所抓的即寡先仔人的作为吼，对此呢，伊以及对其他一寡代志请求长官阁下来下命令，互伊好等等。一张批内容，过来后一段，上席商务员施勒曼先生嘛健康安尼对男方健康转来到厝地吼，为什么特别去强调伊健康？因为咱之前有读到讲男方迄边吼，足侪有人破病吼，好讲伊健康转来吼。甲阮报告讲，自从顶个月的30号，伊顶一回来批以后，特别是接到本个月初一吼，本个月初一是即摆咱即摆读到4个啊吼，4个初本个月初一，对台湾遮所寄去互伊的吼批，伊接到即寡来批以后吼，接到即个特别的命令啦吼，本个月初一对遮寄去互伊特别命令。伊收到了后，伊就用尽所有可能的办法来说服迄个索尼瓦克的君主，就是咱即讲迄个索尼瓦克君主因犹豫啦吼，讲迄个索尼瓦克犹豫无想要参加即个地方会议吼，所以即个施勒曼斯的任务就是要去说服伊来参加吼，说服。伊设法去说服即个索尼瓦克君主和其他几个村社酋长来参加地方会议吼。你若进前新朋友毋捌听过咱即个读历史吼，即个地方会议4字吼，毋是干那开地方会议安尼尔吼，主要是每一厝荷兰人要要求即寡酋长来遮。宣誓效忠，而且因的即个仪式吼，颁是啥物？这个我一下都袂记，权杖哦，权杖进行我们读都袂记，啊，真正甲袂记啦。好，伊会送一个权杖吼，伊表示即个我甲权力吼下互恁安尼吼，好。咱等下日一只讲，伊设法要去说服即个索尼瓦克来参加地方会议，但是呢，完全无路用吼，完全无效，因为因大部分拢以无所谓的即个借口来拒绝咯。其他的人拢学即个索尼瓦克人的例安尼吼，你拒绝啦吼。这是若敢若之前都已经想会到的，就是讲你若即个人若拒绝其他人倒咧。有样看样啊吼，拢袂来吼。即个索尼瓦克人吼，毋若是迄个地区的君主，抑阁是迄个地区的迄个魔头，迄个歹鬼带头，啊，大概讲歹鬼带头。伊含老妇女吼，一个老妇人啦吼，思考代志。而所有其他人是对伊吼崇敬到无伊的同意，差不多是啥物拢无法度进行吼，所以即个地位遮尔崇高啦吼。
逐项代志爱看伊面色办代志吼，伊若无点头，逐个毋敢讲是啊吼。所以为虾米遮重要吼？这也是诚做讲是因即寡借口的理由吼，算逐个拢讲啊，迄个阮即个君主无答应啊吼。为着要含即个索尼瓦克人达成任何协议，还佫相当的遥远，所以安尼看起来是无可能嘛，代志无可能会成嘛吼。因为啥？因为即个人毋肯含伊交谈，根本就连讲话的机会都无互伊吼，西勒曼是根本连含伊讲话机会都无吼。内底挂号写讲，当阮的翻译员为着要去传达所收到的命令来前往迄遐的时阵吼，根本就无机会通含伊讲到话吼。理由是讲违反因的法律，毋肯来交谈，还佫逃往山里吼。走入去山里避起来，因此呢，也袂当伊来替伊认即个代志吼，所以根本就无机会讲吼，所以连要讲阮会派人即个代志，我都通甲伊讲。代志到即个地步，希勒曼先生呢，就决定讲要及时带领迄几个已经来身边的长老前来处理吼，紧甲因带来吼，免伫个颠倒代志佫愈害吼。我好写讲，事先有派一个翻译员去劝即个放索啊社、甲米多社的酋长，以及其他人库村社的酋长招因来了吼，所以即寡人就先倒伊来吼。因为看到讲伫迄边也已经袂当佫有啥物作为，所以对迄寡人所有的即个顾虑也已经拢充分保证吼，并且将迄寡人就是已经对迄寡有妖气的人拢甲因保证吼，并且将迄寡人来带来身躯边遮，其中有一寡人秘密来离开，偷偷佫选转去吼，但是又佫被带过来，选走又佫甲掠转来就对了吼。即寡酋长是对八村社来的，是自愿含上述即个西勒曼即个商务员同齐来到遮的吼，拢写自愿啊，看起来都是无自愿，无啥自愿吼。即寡人将会伫将要举行的地方会议的记述里来详细来叙述，详细来记载啦吼。到时阵咱可能毋知会佫读到地方会议无吼，应该会拢讲到即寡人吼。今仔日有3只胖船对南方来到此地，则有32个人。好，咱到即篇，我感觉即篇较重要，我其实应该爱甲记录起来，我有写做笔记，无有写找袂着。像我今日要读做迄个权杖即个词吼，我袂记啊。我迄当查即个大字典、甘字典各种，才找出迄个词，结果我煞袂记。大概安怎讲安尼啦吼，即个权杖吼，为什么我特别会记诶？就是讲伫咧台湾人即个办丧事吼，即个出山时办丧事即个礼仪上吼，大囝。应该是大囝吧？啊，毋是囝，后生，所有后生伫咧即个丧，你披麻戴孝吼，穿满，算大下以外吼，爱佫手爱摕一支，敢若拐啊，我敢若含啥物拐有关系吼？你个，一支拐啊，倒啊啦吼，一支棍啊，棍仔头绑一个迄个麻吼，用麻布绑诶，红布还是麻布我袂记啊。绑诶吼，迄支棍啊吼，我自细汉就看，我就咧想讲这是要创啥吼，一直毋知影意思吼。后来咱伫咧读历史，读即个权杖即个词，我去查诶时阵才发现讲，原来即个台语，哇，真正歹势，我甲迄个词袂记吼。台语是安尼叫诶本来一开始就是乖啊，真正是乖，就是意思就是讲，你今仔日厝里诶人个性，你心内足艰苦、足伤心，所以爱行路就爱靠一支拐啊。一支拐后来直到演变，愈来愈倒变一支棍啊，摕伫手安尼尔吼。毋是真正拐啊，就是变成一个意思就对啦吼。其实迄就是一种象征的物件吼，象征物吼，就是一种象征物，意思就讲你足伤心的啦吼，摕即支就是足伤心的意思吼。希望各位
今仔日会当个学到即项代志，但是迄个物件叫啥我袂记啊，歹势。你若有人有印象，转去问一下吼，看迄个要安怎讲。台字典册有啦，所以到时若知影一早就看会到吼。好，咱所以即个1645年4月初5的，我要记一个4月初5大道王归顺吼。爱笔记爱写起，无以后绝对找袂着。好，我看嘛，阁有9分钟，咱阁加减看一寡。4月初6，好天透北风。9分钟应该读个了，咱家读个了吼。今仔日含迄寡精美会仔，就是迄寡生意人吼，卖精美会仔的人介绍，并且对介绍拢有同意啊。下晡甲对海贼大监博弈的宣判，伫咧通常大告示的所在来公告，就是甲即个对即个海贼的判刑啊啦吼，已经来甲公告。将会伫明仔载伫咧赤坎车来处刑。吼，咱之前有讲超工要抬过架教就对啦，要伫咧南区地方会议的时阵，要甲即个海贼掠出来抬过架教吼。咱嘛有写一张批，互即个牧师 Van Brim 用来详细答复最近所收到该牧师的2张来批，对伊处地所寻求的代志来甲建议甲命令吼，就是伊问讲即寡海贼要安怎处理，即寡招数要安怎处理吼。要暗暝也收到中士叫做 Michael Jensen 吼 ，Michael Jensen 吼，对卑南所写来的批信吼，卑南台东嘛吼，伫台东即个中士是四期今年3月31号写来吼。已经即个4月初6，所以嘛真紧吼，一礼拜寄到吼。对即张批知影讲，中士 Abraham Van Essen 吼 ，Abraham Van Essen 吼，已經伫咧公個月30號吼，就是3月啦吼，30號，就是帶着伊個部隊吼到遐咯。就是伊離開厝地以後6天，就是伊對台灣遮帶着部隊到伊遐咯吼。但是無可能佇卑南舉行東區的地方會議吼。遵照就是阮所決議的安尼講，要踮咧東區舉行地方會議，講無可能吼。因為迄邊發生真濟死亡的代志。若講該社死250個人，該社就是卑南社。台東吼，台東市你即嘛，台東市。遐一个所在叫卑南吼，抑阁有该地区其他3个村社，差不多拢死了。哇，这是啥流迄个是毋是有啥物着做啊？好，人做就对了吼，可能啦，我毋知啦，伊无写。抑阁有大部分村社酋长也拢死去啊吼。村里也拢破病，所以应该是啦吼，着做啊吼。因此呢，10个当中会当来无够2个吼，你要办啥物会议？我即嘛人就死甲差不多去啊吼，代志大条，即嘛办丧事袂赴啊吼。要去制服西边社的代志呢，看起来嘛是无可能吼，因为该社是伫咧真悬的山顶，要去爬迄座山，爱真容易就被山顶的人用石头甲顶落来嘛吼，所以迄寡基本社人吼，铁步是写铁步，但是有汉字我路写讲基本吼，迄寡基本社人以前无奉着命令去该社，就是讲去迄个西边社遐去夺人头转来，因此呢，被伊处罚吼，就是基本社的人去侵扰即个西边社，共人头共夺转来吼，所以即个荷兰人就甲伊处罚吼。但是呢，伫该处罚对因根本就无效果。